好，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第2选区的立委的补选。民进党的林静怡第5个投票区总赢，打败掉国民党的颜宽恒。林静怡早起一透早到扫街拜票，感谢支持。人颜宽恒早虽然是战败，也是伫立委江启臣的陪同下来谢票。2024年要阁选无？颜宽恒讲，若是乡亲有需要，伊随时拢会提供服务。 多谢，谢谢，多谢你。林静怡车队会早出现伫咧台中大道扫街谢票，伊伫咧车顶会手感谢乡亲支持。这摆以7800外票之差打败对手颜宽恒。林静怡讲，基进党和民进党合作是真难得的经验。对台中市这个第2选区或整个台中市，基进党未来在这里的发展，以及民进党跟基进党之间如何合作，会有一些讨论。中立选区立委补选，林静怡5个行政区拢赢，甚至含颜家大票总数率拢赢要1000票。若连赢，未来敢有可能含颜家作为为地方服务？严董事长才刚刚出院我觉得现在去打扰他不太好。但是如果等他身体状况好一点，选后的事务也忙得差不多了，我当然认为，如果他们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来大家可以见面讨论一下。欢迎大家要来甲咱乡亲时代再一次来感谢谢谢。对手颜宽恒伫咧2020年立委选举输予陈柏惟了后，这摆补选阁失败，创下立委连败纪录。不过伊讲伊会加油。 立委江启臣陪伴伊作为谢票，若敢会阁战2024，颜宽恒无甲话打真案。那未来宽仁在政府方面，还有我们的青年工作方面，我们也都会尽力的来尽自己的一份心力哈。那只要乡亲有需要，我们随时都在。 这摆选战，互大家看到台中第2选区的选民生态当地咧改变。若敢会去牵连到年底2022市长的选战，大家拢等咧看。